99%嘅人咧都唔知道，冬天啊飲鴿仔四神湯比咩都犀利啊！俗話講一鴿勝九雞，冬天嘅天氣乾燥，鴿仔湯啊肯定係首選啦。咁點樣做先至可以令一個鴿仔嘅營養勝過9隻雞呢？今日我就將老中醫流傳落嚟嘅老湯方分享俾大家。燉鴿仔湯首要嘅條件咧就係要揀老鴿啦，營養先至豐富，啖湯啊先至夠濃香嘅。我哋咧首先將鴿仔斬成均勻嘅細塊。好多朋友仔咧喺屋企啊煲鴿仔湯嘅時候，下一步啊就做錯咗啦，就係咧直接將鴿仔焯水啦。焯水嘅話，唔單止破壞咗鴿仔入邊嘅纖維啊，影響口感，而且咧營養啊都會隨之流失嘅。今日咧，康哥啊教大家一個小妙招，放上1匙羹鹽，再嚟上1匙羹麵粉，用你發財個小手將佢啊反覆咁揉搓揉搓。食用鹽咧可以起到一個殺菌嘅作用，而麵粉啊可以有效咁吸附鴿仔表面嘅血水同埋雜質嘅。嗱，咁樣煲出嚟嘅湯咧先至乾乾淨淨啊，飲得先至安心。嗱，而且咧一啲腥味都冇㗎。跟住咧，我哋用清水將佢多清洗幾次。朋友們，康哥咧每日都喺度分享煲靚湯嘅經驗同埋小技巧。嗱，如果呢個視頻咧對你有用嘅話，記得啦，幫康哥點個讚，留個關注，以後啊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用得着啦。唔該晒啦，康哥喺呢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財源廣進，心想事成。沙煲中放入洗口嘅鴿仔，幾塊排骨。呢個咧係鴿仔湯營養翻倍嘅好幫手嚟嘅，20克嘅茯苓，20克嘅芡實，30克嘅淮山，50克嘅蓮子。我用嘅呢款蓮子咧係來自中國3大蓮子之一嘅雙蓮，純天然冇添加嘅，而且咧冇分流同埋漂過白，口感啊係粉粉糯糯嘅，提前去口咗心，唔需要提前泡發噶啦，好容易啊就可以煮得爛噶啦，方便好用啊！相傳咧雙蓮啊係古時候進貢用嘅貢蓮嚟噶。嗱，好嘅蓮子咧，同樣係令呢啖湯啊順口鮮甜嘅關鍵所在啊！平常時用佢嚟煲個湯、煮個粥或者煮個甜品都係相當唔錯。特別喺屋企咧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小脾小胃唔係幾好嘅，唔肯食飯，就可以多啲用佢嚟煲湯嚟飲啦。而家咧啱好廠家喺度搞緊促銷活動，買一包蓮子仲送一個密封罐。我將佢嘅鏈接咧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。跟住咧一次性加滿清水，扣龜大火煮緊之後，轉細火煲佢50分鐘。好啦，時間到，灑上少少嘅枸杞調個味。我哋咧加上1匙羹食用鹽就可以飲得噶啦。咁樣煲出嚟嘅鴿仔四神湯真係正啊！湯鮮味濃，而且營養豐富啊！嚟，先嚟試一試先。呢啖湯掂當啊！真係1個字，湯鮮味濃啊，掂個碌蔗。呢個湯大人細佬哥都係非常之啱嘅。好啦，今日呢個視頻就分享到呢度啦。關注康哥，教你日日煲靚湯。